我囡囡今朝竟然主動同我講：媽媽，我哋係時候返學啦。2日之前，我同我囡囡呢做咗一次嘅光愛療癒，協助佢轉化一啲嘅負能量。自從佢中學開始呢，佢好多時都話俾我聽，唔係頭痛就係肚痛，總言之就係唔想返學。我為咗囡囡做咗一次光愛療癒，協助佢轉化咗好多嘅負能量之後呢，再加上一套溝通技巧 Pacing and Leading， 我發覺嗰個效果呢係事半功倍嘅。我好想將呢2 part 同大家詳細啲咁去分享，可以同大家做一啲嘅練習，讓你可以感受到我可以點樣去幫仔女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而家有小朋友係正係踏入青春期，又或者已經喺青春期入邊，令到你好煩惱嘅話呢，都歡迎你填妥表格嚟參與大約45分鐘嘅一個網上分享會。作為一位身心靈療癒師，我已經親身協助過好多人，透過靜觀冥想，連結翻內在嘅寶藏，攞翻力量，攞翻你本有嘅智慧，去幫自己創造更豐盛、幸福、健康嘅人生。所以如果你對靜觀冥想有興趣，又好想改善你同身邊人嘅關係嘅話呢，都歡迎你填妥表格參與呢一個分享會。我哋喺分享會上邊再見啦，拜。